紅磡至中環同灣仔嘅渡輪最後一日營運，有乘客話唔捨得，聽日起要改用其他路線返工，要預多啲時間。坐埋呢一日，紅磡至中環同灣仔渡輪就會停航。打咗30年啦，應該由81年開始。聽日咪搭巴士咯，預多3-4個字到啦，都係要。咁聽朝會搭巴士去尖沙咀碼頭算咯。擔心會 cut 埋尖沙咀嗰條航線咯。做咗紅磡線6年嘅水手張官慶，命運同條航線一樣，合約今日到期。我而家工作8小時，起碼有6個鐘頭係喺個維港度。如果冇都要轉第二行噶啦，咁我都要生活嘅。紅磡去中環同灣仔兩條航線，而家平均每日嘅載客量加埋先至5000幾人次嘅啫。又做咗好幾年嘅船員話，印象中淨係灣仔運動場有學校陸運會嘅日子，架船先至會坐滿。咁其餘日子好多時嘅非繁忙時間都係咁樣樣。經營唔嚟，最終要停航。臨別在即，唔少市民都用相機留低回憶，包括已經退休嘅霍生霍太，佢哋嘅拍拖節目之一就係坐渡輪嚟紅磡散步。退休生活啦，咁都係日常嘅生活。兩個老人家咪拖住手咁喺漫步半日㗎啦，我哋咁就。佢哋話日後會改坐去尖沙咀行星光大道。無線電視記者郭榮嘉報導。